讲到上帝降临伊的圣殿内，请曾牧师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你的囝儿来敬拜你。至圣的上帝，你堪得阮敬拜，恳求你用你的阳光来光照，奉耶稣基督圣名所设立的教会，愿你降临伫阮的中间，亲像2600年前，你降临伫大必的圣殿内，互哈巴谷先知亲目来看见，上帝你临在伫你家己的圣殿，互阮看见你踮伫阮的生命中间的圣殿，也因为你真实充满伫阮的中间，互每一个生命因为安尼来敬畏受改变。阮伫你面前同心恭敬徛伫你的圣殿内，求天父上帝你对阮讲话，阮将下面的上帝你的话语交伫圣神的手中，求圣神对阮讲话。阮要亲像哈巴谷徛伫守望台，阮要伫你的面前静静听，嘛要对你发出阮生命的祈祷。阮同心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所听的姊妹，今仔日咱所读的哈巴谷书，只有3章足底的一本圣经的小先知书。这3章的内底有3句真重要的话，其中的一句就是上帝降临伫伊的圣殿内，所以咱就安静恬静恭敬徛伫伊的面前。哈巴谷这句话也真多圣诗作者受感动的事。今日咱所念的第1首的圣诗，上帝降临伫伊的圣殿内。咱的教会下礼拜的听书会开始，咱嘛常常念圣诗第494首或者492首，拢是用上帝降临伫伊的圣殿做咱的恭敬的祈祷。愿天父上帝甲咱撒个地地。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我要甲兄弟姊妹，咱同心来祈做一个互上帝所欢喜的礼拜。我要甲兄弟姊妹分享，也祝福在座兄弟姊妹，伫你的一生的中间，会当不断享受敬拜上帝。互做礼拜真对一个享受，互咱的生命中间也因为做礼拜，咱得到祝福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伫一生的过程，上帝互我观摩学习，伫真侪教会，也常常伫迄个学习甲观摩的时，我的心内受足大的感动。我咧回想伫我一生中间有对一摆的礼拜，对我的生命有造就性、全然的改变，这是我的经验。我想到几啊摆真特别的礼拜中间，上帝互我感受到伫礼拜中间对我生命改变的力量。我嘛要鼓励兄弟姊妹，常常甲上帝讨，伫礼拜中间，上帝互咱的生命得到造就，也得到改变。我嘛要问兄弟姊妹，伫你的一生的中间，你敢捌？你敢会记得？伫一生的中间，对一摆的礼拜，互你的生命有极大的改变。哈巴谷先知安尼讲，上帝降临伫伊的圣殿内。今仔日的荒漠甘泉，伊嘛讲起，当一个人伫礼拜中间看见上帝，真正看到上帝的临在时，人的生命要有真实佮极大的改变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兄弟姊妹，咱伫上帝的圣殿内，咱做伙来敬拜上帝。当然，伫我一生过程中间，上帝互我有真侪出外去的机会，伫无共款的教会，伫迄个礼拜中间，我有感动，我拢会想着讲，我要怎样将这个感动带来到我的教会得当？我要怎样将这种的感动来讲互我的兄弟姊妹来听？甚至我要甲恁讲起，我一届伫英国伦敦西敏寺，就是这届英国女王告别礼拜的时，要做礼拜，迄个西敏寺。
我要甲恁分享讲，伫迄个四民四节一个拜六的阴暗，上帝互我参加迄个礼拜的时，心中有足大的迄种欢喜。我甚至想讲，上帝来当应该来办一个旅游，甲我兄弟姊妹，阮做伙坐无人机来英国伦敦这个所在，做伙参加这个礼拜。这才是礼拜。我毋是讲咱的教会这个礼拜毋是礼拜，毋是，因为迄个礼拜堂有足庄严的礼拜仪式，伫迄个礼拜堂的中间有足清气的迄个圣歌队的声，真正那天使，袂亲像安尼破册安尼。有囡仔的圣歌队内底有囡仔，有大人，但是因所唱的圣诗是遐尼水。管风琴安尼走出来时阵，伊会前奏、间奏、后奏。迄个礼拜堂是安尼跳到差不多3楼悬，足悬的礼拜堂。所以，管风琴的声音，就伫整个迄个哥德式礼拜堂中间咧运行的时，真正互咱感觉讲，迄亲像是一个世界级的音乐厅咧做礼拜。我要甲兄弟姊妹讲，也因为这个感动，互我做恁的牧师，我有一个真要紧的工作。就是带领礼拜，也伫礼拜中间来服侍咱兄弟姊妹。我首先要多谢感谢今仔日聚会筹结长老，伊伫祈祷的中间为牧师宣讲上帝的话、讲解上帝的话来祈祷。多谢筹结长老伫意伫咱做礼拜中间，咱是同工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讲：主啊！我嘛是礼拜中间的一份子，兄弟姊妹，上帝所欢喜的礼拜，这是顶礼拜咱讲道中间的主题。今仔日牧师延续顶礼拜讲无了，顶礼拜牧师有用保罗所讲罗马书第12章第1节，所听兄弟姊妹，我可肯定献家己做活祭，是上帝所欢喜的，是圣洁的，是理所当然的。恁敢也会记得这节的圣经？上帝所欢喜的礼拜是圣洁的，是理所当然，是合圣经的原则的礼拜。所听的姊妹，咱的教会伫这30几年来，慢慢咧追找什么种的礼拜是会当造就人，什么种的礼拜是伫2000年的中间，对古早到今仔日，咱的信仰的前辈都是安尼做礼拜。因为伫参加无同款的教派的礼拜中间，迄个礼拜的方式、仪式、甲内容、重点拢无同款，所以上帝教我听圣神的声，我就一直回想讲，伫2000年前，耶稣基督离开伊的学生了后，迄个当时耶稣的名所呼召，真做基督徒的遐个人，伫第一世代初代教会内底，因到底安怎咧做礼拜？圣经并无写初代教会内底因的礼拜仪式，因为初代教会甚至嘛无礼拜堂。但是后来因为人的组织慢慢因就生团到各所在，后来因就真做一个做礼拜的信仰的团体，就亲像以色列人伫会幕中。今仔日我要甲兄弟姊妹讲，做伙分享，也邀请咱来做伙来建立一个互上帝所欢喜的礼拜，互上帝所欢喜的礼拜。有恁，当然祭司伫圣殿来主持迄个敬拜上帝的礼仪，祭司是一个角色。但是，互上帝所欢喜是咱在座每一个人参与礼拜的人，咱的心得到上帝的欢喜。因为耶稣讲，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人就用心、用心神、用诚实来敬拜伊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毋是干那听牧师讲解圣经的话，咱来听哈巴谷会怎样做礼拜。咱来学习哈巴谷徛伫一个守望楼，就是伫一个乱世，伫一个兵荒马乱，伫一个黑暗的世代，面对着宋香吞打的命运，这个人心中宣讲上帝的密诗。今日圣经讲上帝的密诗，你就写伊伫板仔顶悬，互读的人会当照安尼去做，互读的人会当照安尼去行。
将上帝的话亲像写一张小卡片的金句卡片，互听的人，伊会当随时第二页落地啊，早咧行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每一个礼拜咱所享受上帝的话，上帝的圣神对咱讲话的事，咱伫过来拜一到拜六，咱不断来回想，伫礼拜中间上帝甲咱讲什么话，也伫过来的这个周间，咱伫生活中间不断甲上帝讲话。主啊，伫礼拜中你对我讲的话，到底什么意思？主啊，伫礼拜中间你所予我的感动，到底你有什么种的计划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上帝的面前，互圣神来带领，也亲像耶稣家己伫今仔日的礼拜来主持今仔日的礼拜。所听的姊妹，差不多4个月前、5个月前，我捌甲咱分享，伫迄个圣殿内一个枯干的树的一个这个生长者，耶稣叫伊讲：“你来徛伫中间，伸出你的手。”所听的姊妹，愿咱听着耶稣对咱的呼召。耶稣讲：“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人，用神用诚实。”咱的俗语讲：“心诚安那。”阿门。兄弟姊妹，无心的人就看不到上帝。咱就爱用真实的心来到主的面前。我要讲一个真好啊条件甲艰苦心。一摆高华讲台主持礼拜时，伫讲道中，我发现迄间教会有一个中职，坐伫礼拜中电话来，伊甲电话拍开，伊毋是紧甲伊关掉，关做正音尔，伊阁摕起来。对头讲到尾，较有遮夸张的呢。中心呢，所听的姊妹，迄个时阵我咧想讲，我敢应该甲伊讲，我等你，你讲好了，我才阁继续讲道。但是我无拍算要甲伊拍车镜，所以我就点讲互遐个专心咧听的人，到安尼。但这种的经验，互我感觉讲，兄弟姊妹。上帝所欢喜的礼拜，毋是干那一个真心讲道主持礼拜的牧者，更较要紧就是坐伫下面的恁，因为恁是上帝所欢喜的。我只不过是一个萝卜，是上帝的工人。上帝欢喜这个礼拜，毋是因为我咧做好的表演。上帝讲：“哇，你是一个好演员。”上要紧是，因为恁的脚步，因为咱的敬虔。所以上帝对天顶的欢喜，互咱做礼拜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，你若真足有心去看这个周报，其实这个周报是一个足要紧的听数2000年了。咱的教会甲一寡教会无同款，因为有一寡教会因无这个听数表，因就有敬拜赞美，然后就有足长的讲道，然后就按手祷告，然后就行平安礼结束。但是咱的礼拜对开始到结束，你若注意看这个周报，有3段话。第一段讲着守，着来学了上帝；第2段讲着守上帝的话；第3讲应答上帝的听；第4受差遣。咱看遐尼侪年的周报，我毋知这几段的听书敢有互咱帮助。咱毋是干那照这个规矩安尼尔。这个规矩基本上就是咧，甲咱讲，伫咱做礼拜时阵，咱要得到什么？伫咱做完礼拜时阵，咱要带什么进入咱的生活中间？愿天父上帝甲在座兄弟姊妹三甲弟弟，做礼拜时阵，就用敬虔的心进入上帝的礼拜中。所听的姊妹，就会记得，上帝是神。我咧想。迄个听电话的同工，伊心中若知影讲，今仔日个礼拜毋是牧师的讲道为重点，伊若知影讲，今仔日个礼拜是我来甲上帝来敬拜伊。我相信伊毋敢安尼甲公然甲礼拜当作伫外面的员工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兄弟姊妹。其实咱的礼拜中间，
我真感谢上帝，互咱的教会，咱的教会基本上，咱伫礼拜中间拢有脚步，有敬虔。但是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，咬喙大的人，求的人，主耶稣讲求就要互咱，愿咱会通更较大的享受。今仔日个礼拜最重要的信息，就是一个邀请、宣告甲祝福。愿所有参加礼拜对少年到年老在座兄弟姊妹，愿上帝常常伫礼拜中间开天窗，拼落伊的祝福，就亲像今仔日个圣歌对所念的即个俄罗的诗歌，伊讲求上帝甲我做清气的心，互我内面有正直的心。阿门。求天父上帝甲咱在座三甲地地，无心的人做礼拜，无实在军队耶稣。做礼拜哪像一个菜市啊？做礼拜哪亲像逐所在去观光？兄弟姊妹，毋是啦，对无？做礼拜应该是用一个敬虔。当咱要踏入礼拜堂之前，咱就感觉是一个真慎重，因为今仔日我来见。毋是见牧师，是见上帝。主大大欢喜咱今仔日个礼拜。那安尼，今仔日像个长老所甲咱宣读的圣经，即个话的内底留互咱心一种属灵的功课咧。哈巴谷即个先知伊的名，哈巴谷即个名的意思就是拥抱，甲老爸揽条条，甲老母揽条条。哈巴谷即个名足水。所以今仔日咱来做礼拜，就亲像哈巴谷，咱要甲上帝讲：上帝，我来到你的圣殿，我要被你拥抱，我要拥抱你。兄弟姊妹，会记得每一摆做礼拜，就是来到上帝的圣殿内，咱走入来到上帝至圣所，伫伊的受恩宝座前，当一个囡仔按伊的老爸老母安尼走来时，伊的老爸老母就紧紧甲伊抱起来。做礼拜的时阵，应该亲像哈巴谷，伊是一个伫乱世中间。今仔日第2章第1节，伊讲：我徛伫守望楼，就是一个军队要战争面对一个城墙，伫迄个保护的内底，伫暗暝拢有一个守夜，就是做兵的咱咧讲的站岗。这人徛伫守望楼顶悬。哈巴谷就是这种为着正人做警醒的一个祭司甲先知。伊伫迄个中间，伊留落一句真要紧的话，会当帮助咱今仔日的礼拜。圣经讲：我徛伫守望所，徛伫望楼顶悬观看，看耶和华要对我讲什么话，看我通用什么话来按伊所愿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今仔这段话中间讲着2项。第一，听上帝所要讲的话，这就是礼拜中间的第一个真要紧的重点。咱来到至圣所要听，唔是讲听牧师的讲道，是要听伫礼拜中间圣神。牧师讲无完全，牧师讲无了，但是圣神要对我讲的话，哈巴谷是一个用上帝话做伊生命中间真宝贝的一个先知。搁有。当听到上帝的话了，我要安怎回应？伊讲我通用什么话来按伊所愿？这就是祈祷。所以伫礼拜中间，咱有听上帝的话；伫礼拜中间，咱有回应上帝所讲的话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。哈巴谷这本册最重要就是伫所罗门王代笔，所罗门王所起的圣殿。经过几百年后，以色列人会坠落，所以大概伫耶稣进前的1000年，就是代笔的时代。大概到950年到900年，就是所罗门王起圣殿。来一直经过几百年，一直到差不多300年后，一个国家因为世俗化，以色列人会世俗化，直到上帝受气。所以兴起巴比伦、亚述、哈巴谷这个先知，大概就是伫迄个巴比伦的王国要形成进前迄段时间。所以哈巴谷基本上就是
伫一个对立的信仰团体中间，受上帝所拣选来讲敬虔的话。所以讲，上帝降临伫伊的圣殿内，上帝对我讲话。大概这本册就是这个意思。讲什么话？上帝爱哈巴谷去甲伊的兄弟姊妹讲：恁着怎样学习上帝的话，也互上帝的话成做恁的态度来面对对立的世代。愿天父上帝帮咱，这毋是敢若2600年前的代志。嘛，毋是耶稣的时代2000年前的代志，嘛是今仔日的代志。其实，逐世代人类拢面对着世俗化这种的侵犯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，咱学习哈巴谷，以拥抱上帝，以倾听上帝的话语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若听佮照安尼去行的人有福气。因为耶稣讲：“我流露我的模样，恁就照安尼去做。”所以兄弟姊妹，听佮做，就大有利益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地地。那会当兄弟，伫今仔日礼拜结束的时阵，下晡咱也无出国，你会当伫你家己的厝，将这3章的哈巴谷书安静该读一摆。咱会当知影讲哈巴谷书内底伊到底咧讲什么？哈巴谷伊伫这3章的中间讲3句真重要的话。第一，伫今仔日第2章20节，这是传统上咧讲哈巴谷伊的信心。所以今仔日咱所念的这个圣诗173首，以及圣诗492首，圣诗中间上少这2首是用哈巴谷书第2章20节，伊讲上帝降临伫伊的圣殿内。第二，伫今仔日的圣经第2章第4节，伊讲义人要因为信来得到活命。这就是后来到新约保罗伊感动来回应讲：因信称义，会记无？毋是因为咱的道德行为，毋是咱的决志，毋是，是因为咱甲耶稣讲：主耶稣，你是我的主，我要一生跟对你。因信称义是这个意思。所以第三，伫哈巴谷书第3章19节，就是整个规本册最后的时阵，伊讲：当葡萄树无结果子，橄榄树无结果子，钓来无羊无牛，伫这个困境，伫这个无活命，植物动物拢没有办法再有生生不息的生命迄个时代，其实就是咧偷窥以色列人，因为世俗化对立。地到上帝的百姓，无都搁再生团，所以哈巴谷大概就是迄种伫迄个生命的枯萎、生命的高达的中间，伊讲出一句话：耶和华是我的喜乐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。安尼结束。兄弟姊妹，愿咱对哈巴谷书来反省咱的人生。今仔日的圣经根据哈巴谷书第2章第20节。伊讲：独独耶和华伫伊的圣殿内，全地伫伊的面前，拢都静静。兄弟姊妹，愿这句话，伫你一生一世，每一摆做礼拜的时，带互你祝福甲帮助。每一摆咱无论去到什么所在做礼拜，都会记得，咱是要来恭敬、亲近、来揽、来拥抱。咱的阿爸天父，愿咱伫伊的面前做礼拜的时阵，用敬虔的心。耶稣讲，用心神，用诚实。愿咱每一摆的礼拜，拢得到造就。拄则我甲咱讲第2句话，哈巴谷书第2章第4节，伊讲看伊的心神，这是咧指巴比伦形成的一个新的国家。伊用的字其实伫和本叫做加勒底。这个加勒底毋是伫咧中美洲吼，伫迄个美国南美、北美甲南美中间有一个所在叫加勒底海，毋是咧讲迄个，其实就是咧讲迄早期的巴比伦王国诶，另外兴起一个部落、一个族群，叫做加勒底，一个族群。伊的心神骄傲，伊的内面无正直，独上帝百姓，若有遵照上帝的话，敬畏上帝的义人。
因为上帝的话来得到活命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教会做礼拜上有一个最要紧的时间，就是敬听、恭敬听上帝圣经的话。所以师会就拍开圣经宣读，虽然师会无解说，但是当师会恭敬读上帝的话时，就祝福。哪怕是没有解释、没有讲到，上帝的话伫宣读的时，伊就亲像日出的光，要拿来拿光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伫地。第三句话就是这句，伫哈巴谷书第3、17节，搁落去18、19就结束啊。所以哈巴谷书其实是到3章19节。哈巴谷书第3章17节伊安尼讲：伊无花果树，无布眼，葡萄树无结果子，敢若树无效力。无效力嘛是讲无结果子的意思。产林无出五谷，调来无羊，调来无牛。其实这就是咧讲起一个生命已经无法度有生生不息。上帝收回伊对亚伯拉罕的祝福，因为上帝亚伯拉罕的祝福，就是上帝要祝福伊。后来，伊的子孙像天顶的星、海边的沙，恁会记迄个英文无？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上帝将伊的英文收回，人无搁再真做活命生团的族群，这是一个真严肃的代志。但是哈巴谷安尼讲，我要求因为耶和华来欢喜，因为我拯救我的上帝来快乐，耶和华是我的亏难。阿门。愿耶和华做恁的亏难，愿耶和华做恁的祝福，愿耶和华做恁的帮助，愿耶和华拍开天顶的门，将伊完全无保留一切丰盛的活命，赏赐予咱。上帝降临伫伊的圣殿内，咱伸出双手，咱甲主讲：主啊，哪个天，哪个天，哪个天？毋是这假情用。是哪个天上帝你的圣神所带来的权柄？今仔日我要甲咱学习3个祈祷。第一就是敬畏上帝的祈祷。做礼拜毋是干那伫礼拜中间做礼拜，因为圣经讲，恁的心就是圣神徛起的圣殿，会记吗？所以每一个时刻，咱的心中若想到上帝，上帝就降临。每一个时刻，毋是干那你咧做礼拜，毋是干那你咧灵修。是每一个时刻，咱若想到上帝，上帝就入心，上帝就入咱的心，上帝就伫圣殿内，圣神就甲咱三合伫地。兄弟姊妹，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的上帝，无时不在。所以雅各讲，这个所在是何等通敬畏，我竟然唔知影，上帝嘛伫遮。愿上帝祝福在座兄弟姊妹。无论恁去到天边海角，去到什么所在，你我咱的上帝，拢甲咱三合伫地。第一，咱甲上帝讨敬畏的心，因为当上帝临在的时，迄个所在就叫做何等通敬畏。这个口位牧师写唔对字啦，这个可敬畏的畏啦，通惊遐。上帝临到，这是一个何等可畏、可敬畏的地方。所以兄弟姊妹。入礼拜堂的时阵，爱带着敬虔的心。这个字也是正确对的字。这是雅各伫伊看见耶和华对天顶、对天推落来的时，伊发出这种的赞叹，对心中的一个感慨，大声讲：这个所在是何等神圣，不是别所在，这个所在就是上帝的圣殿，就是天顶的门为我来拍开。关键仔日听见这句话，对心来讲阿门的人，上帝为恁拍开天顶的门，上帝将伊的稳定放伫咱的中间。这句话内底有2个字：第一，上帝的殿叫做圣殿，伊的字叫做哈吉雅克。这个圣殿这个字叫做雅克，伊的字根是雅卡还是雅克？后边这个字根其实圣殿就是对上帝的能力来建立的，所以圣殿伫犹太人的因的心中甲因的信仰的内底，圣殿就是上帝临在，上帝掌权，上帝能力充满。
你捌听过美国总统所坐的飞机？迄架飞机叫啥名吗？空军1号对无？啊，空军1号到底是747啊、787还是啥货？毋是，空军1号就是美国的总统，无论伊什么时阵，伊搭上空军所飞的迄架飞机，无论是直升机，无论是一般的迄个专机，只要美国的总统坐伫迄架顶悬，马上就改做迄架飞机，改做空军1号。迄代表什么？代表美国人因一种特别的思想，就是当我的君王、我的总统，那坐伫什么所在，迄个所在就是安那，就是伊的主权、伊掌管的所在。啊，那空军1号也无算啥，天国1号才厉害，对无？上帝临到的时阵，就叫做天国1号。当然，我譬如是来甲上帝做小了啊。但是我要甲咱分享的就是，当上帝临在伫什么所在，就是代表伊的权柄的手，伊掌管、伊掌管这个所在。兄弟姊妹，圣殿就是上帝伊的主权的所在。第二，圣殿是神圣的，这个字叫做hagios。这个字的意思，对伊的字采取敬畏的心。当人有敬畏的心，迄个所在就是神圣的所在。所以，当人看到耶和华临在的时阵，伊就讲圣在，圣在，圣在。就亲像雅各看见上帝对天顶降临的时阵，伊讲这是什么所在？你会记得啊？无久之前，牧师甲恁分享迄个雅各的天推迄个，我甲恁讲那个地方，恁会记迄个字个？哈马空迄个字，迄个字讲那个地方本底是一个旷野，但是因为上帝的临在，迄个所在就成做一个圣洁的所在，是圣殿，是天的门。所以犹太人是一个真够讲故事，犹太人是一个真够对历史得到反省的一个民族。所以当因咧讲起哈马空 the place， 就是讲迄个所在的时阵，因后来就甲上帝亲像耶和华以勒，号一个名叫做哈马空的上帝。意思就是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。兄弟姊妹，愿主将伊的奥妙，通过圣经的帮助，享受咱属灵的智慧，敬畏上帝。拄则我甲咱讲迄个故事，我无再讲一解。但是如果咱去做礼拜的时阵，咱也知影是上帝伫礼拜中坐大位。兄弟姊妹，我相信咱就袂凊彩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保护天顶的上帝艰苦心，就亲像耶稣来主持礼拜，伊就爱去考虑咱的自尊，所以就宁可不打草惊蛇。伊就爱个委屈将上帝的话对头到尾讲，兄弟姊妹，无得互圣神担忧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敢毋知你的心就是圣殿嘛？所以兄弟姊妹，耶稣对咱每一个人所讲的话，天国伫什么所在，就是伫咱的心。所以保罗伊讲，敢毋知所听兄弟姊妹，你敢毋知吗？就要保守你的心，因为咱的心就是上帝的圣殿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。你甲看16节，哥林多前书3章16节，搁落去17节，伊讲人若毁坏上帝的殿，上帝就要毁坏伊。人若伫伊的心内面的生命是败坏，毁坏这个字就是内面的心烂去。迄个意思，这个字就是人的心世俗化，人的心道德道良善的心无去。所以保罗讲，人若毁坏上帝的心，就是咱的决意对世间。所以雅各讲，敢毋知世俗化就是甲上帝对敌吗？愿天父上帝帮助，因为上帝的圣殿是圣洁的。兄弟姊妹，保守咱的心。无得用阮错误、似是而非，甲这的道德行为来吞踏、来捆住、来互咱腐败。愿圣神帮助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坚持
最真实的基督徒。咱伫主的面前，奉耶稣基督的性命恳求上帝圣神的怜悯，圣神请来，圣神请你来，亲像我的上帝降临伫伊的圣殿来。第二，我要甲兄弟姊妹来做第二个祈祷，就是伫每一个礼拜中间，愿上帝的圣神给天咱属灵的活命。每一摆做礼拜的时阵，咱爱知影，咱到底是咧敬拜什么人？家己反省家己的礼拜。兄弟姊妹，你回想你来做礼拜的心情，毋是通过牧师的责备，是通过圣神帮助你。咱甲上帝讨讲，主啊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我要伫礼拜中间，互主你欢喜。我嘛相信，伫礼拜中间，上帝你要祝福我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礼拜。那每一摆我到伫外面得到感动的事，我拢会期待讲，将迄个牧师所讲的信息，遐尼欢喜，听到上帝宝贝的话，我紧倒来教会，讲互我的兄弟姊妹来听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圣神真期待将上帝伊宝贝的话讲互咱听。所以保罗讲，上帝圣神用属灵的话来讲解属灵的事，圣神用属灵的话来讲解属灵的事。愿咱拍开心来拥抱上帝的话，来拥抱上帝的圣神，来拥抱咱通敬畏的上帝。亲像哈巴谷，愿咱伫伊的面前听哈巴谷所讲的话，搁一摆。耶和华伫伊的圣殿内，人伫伊的面前就恭敬安静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背起来，诚做咱以后做礼拜真要紧的态度。咱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对停车场慢慢一步一步行入来到礼拜堂。你可以想象，亲像以色列人因对倒去耶路撒冷过半过节，因对山骹一步，爬差不多600-700公尺才爬到耶路撒冷的圣殿。兄弟姊妹，当咱对外面停车场要行入来到礼拜堂的时阵，咱就开始安静，一步。我要举目望山，我的帮助对倒来。咱就准备心安静来朝见咱的上帝。传道书第5章第1节有同款的讲法。所罗门写伫伊的传道书，伊讲：恁若到上帝的圣殿，恁就要谨慎恁的脚步，因为恁要敬我来听上帝的话。恁听上帝的话，要赢过恁的奉献；恁听上帝的话，敬畏上帝的话，要赢过恁的限制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上帝所欢喜的就是忧伤痛悔的心。你若爱，我就要献。代表讲，小者你无爱，因为你所爱的其实就是人的心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用心做礼拜，用上帝所欢喜的方法来敬拜上帝。所以，保罗伫以罗马书12章第1节，伊讲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侍奉。顶礼拜的题目叫做有一种侍奉，有一种服侍，叫做理所当然。为主做无啥物通计较，理所当然的，因为伊是上帝，我是伊的工人，所以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一礼拜咱讲迄个服侍，这个字等于礼拜 ，service 就是等于服侍侍奉，但是嘛是礼拜工资。我搁讲一摆，所以咱甲改做这个题目讲理所当然的礼拜，其实伊的原文。顶礼拜你会记牧师讲，迄个理所当然，迄个字是啥物字吗 ？Logos， 你看旧本 ，Logos， 迄个字就是合乎圣经原则的意思。英语该翻译做 reasonable， 合理的。迄个字其实就是圣经的话，叫做真理 ，Logos， 上帝的话 ，Logos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都要用上帝所伫圣经留落予咱的方法。来敬拜上帝，学习哈巴谷讲：我要徛守望守坚牢，
徛伫影座观看，看伊对我讲什么话，我通用什么话来说明。听讲，听讲，听圣经的话，祈祷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兄弟姊妹，咱真多，一个会晓听上帝的话行字，一个会晓甲上帝讲话的行字。所以哈巴谷伫这段第2章第1节这句话内底，表明3项礼拜中间真要紧的要点。第一，做礼拜需要有敬畏上帝的心；第二，做礼拜是要听上帝伫咱内心讲话的声；第三，就是上帝的面前说明，咱通将咱所有的需要、欠缺、软件摆在上帝的面前。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我将我所有的看路，拢仰望摆在你的面前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哈巴谷伊的礼拜，伊所表明出来这个敬拜上帝、亲近上帝3个真要紧的方式。最后，我要甲兄弟姊妹分享，嘛提醒咱：当上帝临在的时，上帝做什么代志？恁去回想，伫西奈山顶，上帝甲这个摩西见面的时阵，发生什么种故事？上帝甲摩西讲：将你鞋脱掉，恁会记无？这是神圣的所在。上帝开始讲话，上帝对你以利亚，甲伊讲：你出来，你伫这个所在咧做什么？你出来徛伫我的头前。上帝对以利亚讲：你啥事伫遮咧？你咧创啥咧？上帝所讲，以利亚后来写伫伊的记录回忆的内底，伊讲有地动的声，有导火的声，有风头的声，但是这个声上帝拢无伫遐。伫这个声的中间有一个微细的声音对我讲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当上帝临在伫你内心的时阵，圣神进入你的心内的时，第一重点，上帝要将伊的心意计划来对咱讲明，这就是真重要的代志。所以哈巴谷讲，耶和华伫伊的圣殿内传递着爱、恭敬、恬静。所以当咱做礼拜时阵，说书，咱大家做伙唱出的494首这条时，兄弟姊妹，这就是咱个别咱的信仰讲，礼拜开始啊，礼拜开始啊，我们要安静。对这个时阵开始，无搁再接电话，这个对这个开始，无搁再安那哈气伫咧边仔咧讲来讲去。兄弟姊妹，上帝降临伫伊的圣殿内，上帝终于讲话了。哈巴谷书伊讲，上帝降临伫伊的圣殿内。哈巴谷书甲约伯记这两本册伫犹太人的目睭看，改成共一本册，一本足长，一本足短。但是犹太人讲哈巴谷书甲约伯，拢是咧讲起伫苦难中间上帝的作为。真简单，这两个先知拢有讲一项代志。上帝降临伫伊的圣殿，上帝讲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以后有较长的时间、较长的时间，我搁甲讲较清楚。但是当上帝降临伫咱中间的时，上帝甲你三角地的时，上帝要讲话。请听所罗门伊所讲：恁来到上帝的圣殿，就谨慎恁的脚步，进前听。甲上帝讲。主啊，要亲像撒母耳，主啊，伫你的面前，主啊，请讲，主请讲，你的奴仆恭敬来听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听什么？听启示。伊对我讲，将这个密事明明写伫板啊，互读的人容易读。这是好好本啊吼！这甲拄则咱所看迄个白话字汉罗的版本无共款。互读的人容易读，白话字的圣经翻译讲，互读的人带咧行，意思就是伊当第二个落地啊，带咧行。上帝互咱的教会伫14年内底，咱对
护堂的建设。上帝赏赐咱一寡装备，上帝互咱的教会除了伫这个所在做礼拜，咱嘛用直播，咱嘛用录音，咱伫 YouTube 顶端，互上帝的话会当互人带咧行。也这咱当心祈祷，愿天父上帝的话伫空中伫逐所在，甲伫今仔日礼拜中间，拢共一款真侪人的祝福。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地地。咱来回想哈巴谷伊所留予咱上要紧的态度，就是伫乱世顽巧背逆的世代，将生命的真道表明出来。你会记得保罗所讲的话无？哈巴谷甲保罗拢是讲，一个警惕的人应该用什么种的态度来面对这个世间的世俗化，甲一切的对立。保罗讲，伫顽巧背逆的世代，恁是上帝的真光，咱是上帝的光。伫顽巧背逆的世代，咱来斟酌想，我若是基督徒，我应该安怎生活？愿上帝对咱继续讲话，圣神对咱讲话，继续今仔日的礼拜，伫甲咱有一日。看到这个真正临到伫咱中间，摇化咱的上帝，咱当心来祈祷。宇宙的创造摇化阮的上帝，阮的活命是你所赏赐、你所创造。阮伫无明的中间，竟然无知意地知影讲，上帝你是活命的主。但是今仔日，阮阁重新来到你面前的时，感谢你通过先知，感谢你将圣经的话留予这个世代，感谢你的圣神伫阮中间对阮讲解，恳求天父上帝，即时临在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中，主帮助阮，互阮享受礼拜，毋是干那惊吓敬畏你。更加阮欢喜，就是阮会当享受，互上帝你蓝条条甲阮破掉咧。主啊，恳求你互阮进入哈巴谷，是互你破条条、蓝条条的行志。愿安尼确保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，阿门。